这个球是在篮球场上是违反运动精神的，而且又是从后面下手的。我们看到郑伟想要切入时撞到王柏志，王柏志动也没动。哇，郑伟在空中整个失去平衡，好像被卡车撞到。哇塞，这个左手有挥击的动作。这个动作在篮球比赛当中也是属于危险动作，而且又是颈部以上。这个球是在篮球场上是违反运动精神的，而且又是从后面下手的，而且下手当下也非常的重导致球员有受伤的疑虑所以经过影片检视以后，决定这是危险动作然后要有所罚款。好，除了这次的这个比较危险动作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危险动作，我们一样也先来看一下影片。哇，这一球老师是我们塔壁的动作，对，塔壁的动作对着我们的简伟儒这一个一挥，老师要不要说明一下情况？简伟儒空手球，他是空手球员穿过去的时候到中间地带，然后刚好塔壁左手来了一个一样的动作，从后面颈部直接把他摔下去就造成简伟儒的倒地这个球经过联盟的影带检视以后，也属于非常危险的动作决定开罚。是我们这一次呢，因为塔壁其实在上周已经被罚过一次了，对，那这一次呢是我们的累犯，所以呢在第二次的罚款呢，我们罚款会金额为25000块，那这个呢也会通知到我们的球团还有我们的球员，对，那这个也是再一次的呼吁所有的球员，危险的动作不属于篮球场上的动作，真的不要做，真的不要做。